大哥啊，你幾時開始參加蛙艇嘅呢？哇！諗翻起1988年啊，原來我都30週年。嗰時你係參加乜嘢嘅活動接觸到蛙艇嘅呢？暑期班 RIC 當年仲叫做係啊，可口可樂嘅應該係嗰陣時咧，我記得好似係16個鐘嘅啫，4堂4個鐘叫 RIC， 咁然後都係分 rowing 同埋 sculling 兩種啦，多數都係玩咗 rowing 先嘅，咁然後再之後啦，延續培訓，咁然後先至叫做玩 sculling 嘅，咁樣玩嘅。當玩完訓練班之後，你又點樣延續參加蛙艇活動嘅呢？玩完個暑期班，當然而家入創業繼續爬艇啦，咁然後一路咁樣比賽啊，後尾仲好彩入咗港隊添，叫做。當時屬會間經常有比賽，你記唔記得當時嘅情況係點㗎？記得好激烈㗎，嗰陣時有沙體啦，有 Line Rock 啊，D2、D3，基本上都係我哋呢個會爭奪嘅叫做。當時作為會員，你除咗參加訓練之外，你仲參加咗啲乜嘢嘅蛙艇活動呢？除咗屬會之外，梗係參加阿 Sam 搞嘅訓練班啦。咁然後嗰陣時一開始好似叫 instructor 嘅，咁我諗類似依家嘅 AC 啦，咁然後再一路上 level 1、level 2、level 3咁樣一路延續咁樣發展落去，咁樣就一路玩到而家啦。當時創建蛙艇會有好多會員，你哋嘅訓練架構係點樣安排嘅？屬會就係好蓬勃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差唔多 D2、D3 同埋 Novice 都各自有一個班底啦，主要咧就負責中層啲啦，因為可能有啲年長啲嘅隊員喺度，佢就負責可能 D2 啊高級少少嘅訓練啦。咁我可能係負責中層啊或者新招募翻嚟嘅會員啦。因為嗰陣時都好多 Junior 係入咗創業嘅，由佢哋由麻麻地識爬艇啦，咁然後再訓練到佢可以去比賽。咁所以我諗我就係屬於呢個位置度啦。當時你喺創協蛙艇會擔當過啲乜嘢嘅職位嘅呢？喺創協做過會長啦，咁然後又做過總教練啦。當時你都擔當咗一啲協會嘅工作，係乜嘢嘅職位嚟嘅呢？咁期間我仲做咗coaching committee 嘅 chairman 啦，仲有做咗 Hong Kong Champ 啊，可能 indoor 嘅比賽嘅 OC chairman 啦。咁其實期間咧，除咗叫做將我嘅知識奉獻翻俾艇會啊咁樣過嚟之外咧，其實期間都學到好多嘢嘅。即係喺行政上面啊，可能會籌辦一啲比賽啊，或者去組織一啲會議啊，期間咧都學咗唔少嘢嘅。大哥，你做咗好多教練嘅工作，當時你主要係教邊啲隊伍嘅呢？開頭就係同屬會教，逢親佢哋有訓練啦，星期六啊，或者平日一日夜晚嘅訓練啦，咁主要都係培養翻大家嘅興趣，繼續翻每個季度嘅比賽啦，同埋預備香港 Champ 啦。咁然後直至去到95、96年啦，就開始接手咗科大嚟教啦。咁然後開頭係教男子隊先嘅，後尾就再教埋女子隊，一路教咗差唔多十鐘之年啦都。當時教大學隊嘅訓練模式會係點樣嘅？當中係咪有好大嘅變化呢？其實見證住一路喺度改變嘅，講得難聽啲叫 hea 啲嘅，開頭就可能頭嗰2-3年仲係一個禮拜可以操3日艇到啦，就可以去比賽㗎啦。6大啦當年嘅，咁然後一路嚟越增加嘅訓練，可能一個禮拜練5日、6日，甚至乎加埋2個 section，再可能做 gym 啊各樣嘢嘅配合咧，個訓練量一路咁提高嘅。咁就算可能當係30分鐘嘅訓練啦，拉機嗰樣，咁可能一個禮拜點都可能拉翻2至3次。所以個訓練量係越嚟越高個強度，我相信依家都會都係咁上下訓練㗎啦啩。當咗科大教練都有10幾年，期間有乜嘢係令你好難忘嘅呢？其實好多嘢好難忘㗎，即係同住一班兄弟姊妹啦，打拼啦，其實個比賽嘅氣氛都相當之激烈㗎。因為佢哋代表各自間大學啦，所以每年加埋佢哋1年1次最大嘅比賽啦，咁所以佢哋都係相當之緊張㗎。又有每年嘅比賽都有學校嘅代表啊，可能分分鐘校長啊，嗰啲體育幹事啊都會過嚟睇嘅，所以佢哋都係好着緊嘅。最難忘嘅咧，可能就係教男仔啦、單槳啦。其實嗰陣時一路都係 CU 啊、Hong Kong U 啊比較發展得成熟啲嘅，因為佢哋發展得早啲嘅。咁我哋叫做憑住我哋努力啦，咁然後都叫做贏咗夾埋我教嘅期間都叫贏咗3屆嘅大人艇男仔冠軍㗎，所以我相信呢樣嘢都係幾難忘嘅。沙田蛙艇中心呢幾隻字對你嚟講有啲乜嘢意義呢？呢幾個字就係幾隻字，但係裏面含有好多情嘅喺度嘅。我依家講起都有少毛管動。30年嚟啦，喺度叫其實佢成立咗40年啦喺度。我會比較有印象個 rowing 廳，因為係比較特別啲，可以喺上邊大家喺度又唔識爬艇，然後喺嗰度實習落艇，然後再做個蛙槳嘅動作，會覺得好 inspire 到每個人喺度
玩嘅情況咯，我又覺得好特別嘅一個地方咯。成為蛙艇協會嘅會員多年，你對咁多年嚟嘅活動有乜嘢嘅感想呢？細個喺度長大嘅地方啦，每個禮拜六啊，每平日可能都有一日啊，由訓練喺度長大，然後由啲老隊員啦、老會員啦創業嘅，咁然後帶住我哋成長。好啦，到我叫做大個咗啦，咁然後喺度結婚生仔咁樣，然後大個咗啦，再將呢樣嘢傳承落去俾我哋嘅下一代，可能再教科大啊，佢哋可能每年都有新人，咁一路將我哋嘅熱情啊，將我哋嘅興趣啊，繼續咁延續落去，俾佢哋繼續喺度玩啊！希望可以將佢哋一代一代咁樣伸延落去，一路令到蛙艇呢種運動呢，俾香港每個市民啊都可以玩到啊，都有興趣去參與呢，咁就最好啦。喺蛙艇活動中認識咗好多人，喺互動嘅過程中，你感受最深嘅係啲乜嘢嘢？其實玩呢種運動呢，好特別就係特別在好多時都係注重人同人嘅交流，多過真係技術上面啊或者訓練上面嘅練習嘅。咁其實以我嚟計啦，好彩啦，咁我喺呢度啦揾咗我嘅另一半啦，揾咗阿怡啦，咁做我老婆啦，咁依家仲生埋2個仔添。咁其實我希望第時我都會繼續揾我2個仔一路嚟爬艇㗎。咁除此之外呢，喺科大嗰度呢，我哋會接觸到一啲較為新啲嘅後生啲嘅比較幼嫩啲嘅運動員啦，咁然後由佢可能啱啱新初，可能即係讀完個中學，啱啱入大學，然後好啦，比完賽啦，然後見住佢生埋仔生埋女，都會繼續翻嚟玩呢個運動。其實呢，你會其實係好多嘅感觸嘅，因為你會好似自己有份將一個小朋友扶咗佢，或者叫做幫佢一把啦，成長咗，叫做做咗一個有用嘅人。咁然後再其實依家期間呢，仲有啲。依家做咗我上司添，喺我嘅部門，其實都係好似由一個細路仔睇住個仔一路長大，然後依家成人啦，出去做嘢，仲叫做有少少成就添。咁我個感受會幾深嘅呢樣嘢。喺城門河活動咁多年，對河水同埋周圍嘅發展，你有乜嘢嘅經歷呢？其實開頭嚟爬艇嗰時真係幾差嘅，老實講。尤其是個河底嗰陣時未做挖掘啊咁嗰樣嘢啦，到水退啊，或者係天氣熱啊、潮退嘅時候咧，哇！嗰啲河底嘅淤泥啊、垃圾啊，咩都出晒嚟㗎啦。其實如果喺開頭喺度爬艇嘅時候，又有石油氣罐啊、車胎啊、死狗啊，基本上真係呢啲嘢隨時可以見到嘅。咁然後直至到某一年啦，做咗一個綠化或者做咗一個挖掘嘅工程，咁就個環境改善咗好多啦。咁至少依家我哋會聞落就真係空氣撲鼻啦。咁然後周圍都鳥語花香添。其實個環境改善咗好多嘅。30-40年前，沙田係一個剛發展嘅新城市，陪伴我哋蛙艇活動一齊成長。你對沙田、城門河、蛙艇有乜嘢嘅睇法呢？其實我覺得沙田呢個地方係幾得天獨厚嘅，對於蛙艇嚟講，因為呢，佢有城門河喺度啦。如果愛嚟蛙艇，就算比賽好，我哋喺度一般爬艇嚟講呢，都非常之正嘅，因為佢又夠直啊，又夠闊啦。咁再令到呢沙田其實冇咁稠密嘅主因呢，就因為有條城門河喺中間，分隔住兩邊咁樣啊，住落啊或者喺度生活呢，都係比較舒適、比較安逸嘅。所以我覺得城門河同蛙艇基本上喺香港嚟講啊，係分唔開嘅。作為一個資深嘅會員，你對蛙艇活動未來嘅發展有乜嘢嘅願景呢？我相信會係一路咁向好嘅，因為其實你見到近年啦，越嚟越多可能海岸蛙艇啊，好多新嘅元素加入咗落我哋度啦，再加埋年青化啦，我哋嘅 director 啊，或者我哋嘅管理層啊。就算阿 Sam 啊、Chris 啊，佢哋都好落力咁樣繼續喺比賽嗰方面代表港隊，其實都一路咁樣贏咗好多獎牌嘅。咁我所以覺得未來願景，我覺得一路係會向好嘅。咁我當然如果可以嘅話，我會等啲仔啦、大嗰啲啦，咁可以翻嚟多啲，再涉獵喺多啲教艇啊，或者係蛙艇嘅範疇裏面咧，咁就會更加理想。搞到我都有啲好似好老咁添。你講啊呢個生命影響生命，正如阿 Sam 影響我一樣。